到咗南屏，一條冇乜人知好有歷史嘅古巷。喺牆後邊就係中國第一間僑校，佢係由中國留學生之父容宏創辦，就係保送呢班留邊嘅小童去美國讀書。一條由街頭行到街尾只用15分鐘嘅古巷，充滿歷史嘅事蹟。如果你中意茶篤撐，星期日嚟到你就唔會失望。嗰日拱北坐34路車，如果你去開華發商都或者北山大院，不妨坐多一個站喺南屏街口落。咁你用1-2個小時嚟遊呢條歷史嘅古巷。10幾年前過嚟呢個牌坊都未有㗎，今日南屏已經改變咗好多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係 Alan， 今日同大家嚟遊南屏嘅歷史古巷。南屏歷史文化街區，對望就中國第一間僑校欣然學校，前邊就係欣然學校啦，就係佢保送呢個清朝嘅小童啊去美國留學嘅，佢就係容宏啦。容宏係珠海本地人，佢喺1871年用咗500兩白銀創辦容宏學校。呢間就係中國第一間僑校。容宏喺1828年喺珠海南屏出生。呢度提及14歲佢曾經喺香港讀書。佢係第一個喺美國耶魯畢業中國人，之後輾轉入咗當時嘅清朝官場，亦都成就咗首批清朝小童放洋留學。旁邊係容宏博物館，大家可以慢慢睇下過去嘅事蹟。跟住欣然學校往前行就正式入村，白色拆緊呢度就係南屏影劇院。呢座影劇院已經正式成為歷史啦。呢座有幾年前嘅舊貌，喺當時嚟講應該好有氣派。今日就留翻2隻石獅子做紀念。酒鋪啊！咁得意，梗係捉佢入鏡喎。你叫咩名啊？張關彤。張關彤啊！你一陣間去接新娘係咪啊？就跟住影劇院前方呢條路直入。喺西大街一巷，你會見到呢座碉樓，佢就係南屏碉樓。正式嚟講叫做更樓，因為佢唔係俾人住嘅，只有守衛公樓。大家留意下牆身上嘅窗眼同埋鋼板外窗。再過少就西大街3巷，佢係容宏故居啊，只係一間小屋，同埋呢段時間冇對外開放。再往前行，你就見到佢啦。佢係南屏嘅鄭氏家宅，最近冇對外開放。我幾年前入去參觀過啊。呢間家宅對我哋香港人應該唔陌生啊。佢係我哋香港前議員鄭耀棠嘅祖居啊。大家中意我哋介紹，請多啲互動。跟住呢個摩托一路往前走，就喺惠賢里左手邊行過一條街，就見到佢啦，邵陸容公祠啊！如果你中意聽茶篤撐，星期日下午2點鐘嚟呢度，你就冇失望啦。
好啦，就喺兆綠榕公祠門口同大家講拜拜啦。